大家好啊！今日2026年嘅1月7號，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原定琴日就啟程訪美，參加喺拉斯維加斯舉行嘅國際消費電子展並且就去到三藩市同埋矽谷交流。局方喺中午就發咗新聞稿交代嘅行程，但係去到4點20分，即係4個鐘頭到之後，又再出段稿話取消咗美國嘅行程，就冇講到原因。明報就向局方查詢，咁咧就取消行程嘅原因、幾時決定嘅、由邊個決定嘅等等一啲問題。局方只係回覆話，特區政府一直對官員外訪嘅適切性作動態評估，經評估後決定取消。其他就冇補充啦。用咗一啲適切、動態評估呢啲咁抽象嘅字眼回應，同4個字無可奉告冇乜實質分別，都係冇講到啲咩嘢。搞創科嘅關鍵其實就係科學。創科局嘅解釋虛浮，並不科學。孫東臨上機前就已經回程，發生喺美國派兵擄走咗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到美國嘅第3日。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就同明報表示，中國政府視美國喺事件中嚴重違反國際法同埋國際關係嘅準則。劉兆佳就贊成孫東取消訪美，佢話預料任何特區官員短期內好難出訪美國。呢個CES 即係所謂國際消費電子展。係拉斯維加斯年度嘅科技盛事，全球盛事。1967年就第一屆，98年就開始一年一度，新冠疫情期間就改咗喺網上舉行。去到舊年有超過4500間企業參展。香港向來就有企業代表團出席。今年科技園公司聯同貿發局率領咗61間創科企業嘅代表去到當地，歷年最多。科技園公司就話香港科技館展覽將會如期舉行。我相信呢60幾間創科企業嗰個合理期望都會係香港一個負責政策嘅局長帶隊，咁咧就聲勢或者嗰個影響都會大啲。咁而家孫東冇出席，咁係咪完全冇分別呢？局長外訪由決定到安排行程等籌備工作，相信如果唔用上1年咧，可能都係要好多個月嘅準備。創科亦都係香港重要嘅經濟發展嘅一環。國家亦都寄予厚望。中午宣布行程，4個鐘頭後之後就宣告告吹，充滿神秘色彩。究竟係一個好果斷嘅決定，定係一個好兒戲嘅決定呢？馬杜羅日前被擄走，觸發咗北京嘅強烈反應。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琴日喺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咗有多個關於委內瑞拉局勢嘅提問。對於中方係咪承認委內瑞拉嘅臨時政府，又會唔會呼籲對美國實施制裁，毛寧都冇直接回應，只係強調尊重委內瑞拉嘅主權獨立同埋佢個國家嘅憲法同埋法律作出嘅安排，亦都指美國無視國際社會嘅嚴重關切，肆意踐踏委內瑞拉嘅主權安全，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央政府除咗口誅筆伐之外，暫時未有見到有實際具體嘅行動。孫東喺啟程前取消訪美，相信呢個唔係佢個人嘅決定，究竟係特首拍板，抑或係被中央要求取消？外間不得而知。但政治先行，凌駕咗經濟貿易
向中美方擺出個政治姿態，呢個就明顯不過。有咩實際嘅政治作用、實際嘅需要並唔顯著，更加恐怕咧有負面嘅效果。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享有嘅獨特性同地位變得模糊。一國兩制之下，中央負責外交，香港享有比內地其他城市更加大嘅空間去擴展對外嘅關係。國家主席習近平2022年訪港嘅時候發表咗一篇講話，裏邊亦都特別提到要保持同埋發展香港嘅獨特地位同埋優勢，包括拓展暢通便捷嘅國際聯繫。創科唔屬於外交事務，中美爭拗無可避免影響兩地嘅官員往來同埋整體關係，香港難以置身事外。官員訪美同埋美方嘅官員接觸，難免會變得複雜，當然需要考慮一個所謂適切性。但係國際消費電子展同埋訪問呢個矽谷等一啲嘅活動，都係屬於商貿嘅推廣同埋交流性質，對象亦都以商界投資者為主。有冇需要跑出一個咁明顯嘅政治姿態呢？劉兆佳就話難以估計係北京要求，抑或係特區政府自行決定。假如係北京要求嘅話，呢個又同中央要求保持同發展香港獨特地位同優勢嘅方針，似乎有唔符合嘅地方。中美關係緊張之際，假如港府官員如常訪美，推介下創科嘅一啲嘅大計、北都計劃、大灣區等等嘅宏圖大計，唔方便見美方官員，但係亦都可以同當地同埋嚟自唔同地方嘅業界同埋投資者建立聯繫。呢個唔係一國兩制最實在、最具說服力嘅宣傳咩？假如係特區政府自行決定，同樣係令人摸不着頭腦，亦都令人諗起末代港督彭定康喺1996年發表佢任內最後一份嘅施政報告，裏邊表達咗對97之後嘅其中一個擔憂。佢就咁講：我感到憂慮的，唔係香港嘅自主權會被中央剝奪，而是呢一項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喺香港某啲人手裏。一國兩制實施至今踏入咗28年，中央同特區嘅關係出現咗巨大嘅變化。國家同西方國家嘅關係近年亦都趨於緊張，香港嘅對外關係亦都受到一啲衝擊，同美國同日本嘅關係係明顯嘅例子。不但只影響咗官員之間嘅交流，政治先行下，經貿、文化等非政治領域亦都被波及。最終呢，恐怕係一個通輸嘅局面。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